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，你值得拥有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觉得你要多爱护一下你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就是只要在舞台上，那就是一辈子啦。是你的到来，让我的心快跳出来，好快，好乱，好甜，好烦。嘿，是我们不堪，怕被看穿，我走开。说出你太吸引我，才走过来，左转右拐，快乐好几个弯。踏实的等待，不怕路上多么堵塞。我还没有答案，也许贴心只是你的习惯，并没有意义，不是喜欢，不是爱，是你的爱。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交友的圈子吧。陈奎，我是喜欢我姐姐的。怎么开场白才可以去大意 say hi？仔细的看你 po 的每一条动态，想确认你身边没有暧昧的其他对象。没有时间，没有男朋友。情侣装，对，这个气质的李云霄我第一次。蛮好。陪你取笑的发呆，都是因为你太好看。一天到晚叫来叫去，你老婆在线？他刚才说我家带我上。怎么开场白才可以去大意 say hi？你是陈婷老师吗？